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最近逼出真侪证据，亲像经花城案放伫做被告，政治现金加小白风波，也有使用4300万的选举补助款为个人使用的商用办公室，让影响到民众党的形象。郭文哲明仔载要召开记者会，就风声讲伊会请假暂时离开党主席。若民众党因暗夜召开党部扩大会议，郭文哲会向地方党部主委全体中央委员说明这政治现金查销进度。 怎么看周永灿被交保？会不会担心下一个是你啊？主席现在党内有呼吁。最近一项争议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决定离到拜四召开记者会，不过敢若说明政治现金案，避免失去焦点。其实郭文哲面临包含2024大选政治现金减少风波、和积极申报不实，也有3大案争议。郭文哲被连做京华城案、北市考案的被告，加上使用选举补助款4300万来买个人使用的商业办公室。 明天我们会聚焦在整个政治现金案，从一开始的被虚报，然后呢，虚报当中的金额到底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会把完整的单据给大家做一个说明。 郭文哲清廉的形象受损，也予民众党的支持度大大受到挫败。基层甚至看出爱郭文哲是党主席，为了平息党内不满，团主郭文哲已经决定要伫记者会现场宣布请假暂离党主席，自请中评会调查。对此，民众党是回应讲都唔知影。就伫记者会前一天，郭文哲过去的老神前立委蔡碧如、陈婉慧，也有前秘书长谢立功，李白是出现伫中央党部，关心这查销进度。蔡碧如是认为讲，现阶段爱先机会，也被追问是不是回归中央要来接这个副主席。是我个人的想法，我是不想的。会想当副主席吗？不行，这个现在需要思考。小草关心我们这些我们的基层党员关心的事情啊，就是必须要赶快止血，止血就必须要使出比较霹雳的手段。 郭文哲亲身对外来说明查销结果，不过找第三方签证却是无顺利。台北市会计师公会讲，问过5位轮班的会员，无人接任。对此，民众党回应会继续找可签证会计师。记者郑宏报道。